行族，节目一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风台。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发布中度风台马娃的海上风台警报。拄则8点40的时，气象局嘛有针对风台目前上新的状况做出说明。咱来听气象局是安怎讲的。大家早安。气象局已经在昨天晚上8点半，针对今年第2号台风马娃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而至于今天早上目前的位置，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470公里的海面上，它的暴风圈正笼罩着巴士海峡跟东南部海域。我们要请在这附近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。我们预估台风未来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北北西的方向移动，到明天早上这个时间点，它只来到鹅銮鼻东方大约400公里的海面上而已。由于它移动速度非常缓慢，所以它未来浪对我们还是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，而风在今天会持续的增强。至于降雨的部分，主要会在迎风面的东北部、北部山区跟东部这些地方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浪的部分。从最近浪的观测可以看到，黄色代表已经达到长浪的标准，橘色代表这些地方达到巨浪的标准。从昨天的空间分布，看台湾周围的海域来看，在东北角到东半部海域，到恒春半岛这地方，甚至到马祖这些地方都有观测到长浪，尤其在东南部海域，就台东、兰屿这些地方都来到巨浪的标准，浪是非常的大。我们在预估今天的预报上面可以看到，今天白天的时候，黄色的地方代表是未来有3米以上的浪高分布的地方，而绿色代表2米的地方。这代表是说，除了刚提到的东北角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这些地方之外，其实在台湾海峡这个地方的浪高也逐渐来到2米以上。尤其从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的分布，可以看到黄色的区块就是3米以上的浪高，包含了澎湖近海跟中部近海，显示浪也是逐渐增强，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。而至于风力观